应该是大港主日第一个主日，啊，咱个设立，咱个放伫，放伫咱的感恩节个礼拜吼。所以咱今日有点节，第一根蜡烛吼，我写伫咱周报吼，代表意义吼。第一个代降节主日代表的意义，甲第一根蜡烛代表的意义吼。毋过今日的经文有关是甲感恩节有关系，吼，照咱的经课表，好，伫申命记26章1到11节吼。日本人吼，咧食饭进前吼，这是件啥物代志啊？煮饭是无？毋是啊。伊要讲啥？伊会讲啥？佮讲一个。伊达基马斯。然后，我的迄个语言能力很差哦。我今天早上才问陈依云，他自己跑去学日语。迄边他讲，伊讲伊达基马斯，佮讲一个。伊达基马斯，佮讲一个，无爱讲啊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要开动啊！好，要开动啊！哦，我特地去找伊研究一下吼，它的意义吼，就是讲伊即摆一般的意思就是哦，要开动啊，要开始食。毋过伊本来意思毋是安尼，伊本来意思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伊大家起码是，吼，这个伊他大起码是，我凊彩念你拢知影吼。本来是讲哦，要开动了，要开动了。啊，毋过伊本来意思，我看了吼，心内介震撼。这句话是对上讲的。伊大家起码是，我要正经我讲伊大家起码是对上讲。哈？嘿，对吼，王弟兄有讲对呢。这句话是咧讲啥物讲的？伊讲感谢你的性命会当延续我的性命，啊，所以要对上讲，对伊所食的物件讲的，吼，哇，这是一个这深这水的一个概念，吼。所以咱基督徒食饭进前嘛安那，会感谢着，吼，啊，咱知影这是上帝所赏赐，赏赐咱食米嘛，赏赐咱性命会当食米。啊，迄个伊他达基马斯，互咱一个另外一个思考的吼，伊是感谢才会食米吼。看下这，为什么要感谢？你是安怎会感觉你即马所有的一切是你所做的代志，你会感谢？咱若来归纳一下吼，跑不掉以下几个想法啦吼。第一，你知影你家己原本袂堪钱，你即摆有遮个物件，也是会当做遮个代志，所以你要甲人写掉啊。吼，你若是吼，正人邀请的大明星，啊，即摆人要邀请你去演戏，也是要去，拢摆袂出来。啊，即摆邀请到的，送感谢，甲你邀请的感谢嘛，对无？吼。哦，我去是给你什么面子呢？吼，毋过你即马若是迄小咖的明星，吼，啊，人若有互你机会表演一下，你安那？你着感谢吼。所以第一个，知影家己原本袂堪钱，不配，所以当你得到的时阵，你得安那？感谢。第二，跑去哪里？第二是，当你所得到的超过你安那应该有的，你得安那感觉这感谢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若要来讨论为什么要感谢嘛？大家讨论啥？你是安那无感谢？就是认为安那一切都什么理所当然。是不是？各位兄弟啊，当咱
礼拜日做礼拜，啊10点外，咱坐下了后，有拢备办好无？这个礼拜有拢甲你备办好势无啦？有无？有啊，上者诶。哈？啊，就忽然间好啊，对，砰！啊，忽然间拢好啊？毋是啊，有侪服侍诶兄弟，因伫做早进前就安那，就咧练习吧。无你问咱诶司琴，吼，问咱诶师会，对无？做早进前就拢准备好势啊！啊，今日嘛较早来，9点就有人伫遮咧祈祷，为着今日诶礼拜，大家拢备办好势啊！你10点坐落来，你敢会感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？会袂啦？会哦。安尼就袂感谢，是毋是？我们延续哈多这句话，是毋是一切拢理所当然？咱来看今日的经文。好，其实今日的经文无介复杂，吼。哈多咱现在之书安尼第1节了，我11节，哦，这长乐长，其实敢若一句话尔，讲当你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甲这以色列人讲，当你有妥善、成色有收获，你得安那？你得感谢。哎，一句话了，哈多乐长第1节到第11节。哦，你若有修行，你会甲你的妥善放担保，放伫坑内面，筐子，好多是不是讲坑？坑伫坑内面，哦，摕来祭司遐献互上帝，感谢上帝。哎，敢若即个意思尔。啊，毋过是安怎经文要讲啊遐济？伫遮申命记的教师是互因去思想、去思考，讲我的祖是一个要死的阿兰人。啊，哎呦，开为遮开始，阿兰人什么意思啊？亚兰人。咱听过以色列人，听过希伯来人，听过犹太人，敢捌听过阿兰人？是安怎遮上帝去提起遮以色列人讲，我的祖，恁的祖先是亚兰人。亚兰人是什么回啊？好，咱若去看创世纪，阿兰是挪亚的孙啊，好，是闪的第5个儿子。好，其实这个名是对遮来的，重点毋是咧讲这吼，其实是咧讲什么人？讲我的主是阿兰人，是咧讲什么人？是咧讲雅各啦，雅各。阿兰是会当是一个人的名嘛，会当是一个所在的名。吼，当雅各骗伊的哥哥什么人？以扫。吼，以扫骗到迄个大囝的名分了后，当以撒因爸爸甲祝福了，伊就爱开始走路啊，对无？吼，因为因阿兄这受气的，好，你甲骗大囝的名分，互你骗去，爸爸甲你祝福，啊，我煞无啥物祝福，吼，要甲刣，吼，伊就走路，吼，走去对，就是即个所在阿兰，吼，雅各伊一世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边，所以他被称为亚兰人。吼，伊讲我的祖是一个阿兰人。伊个不止，伊讲是一个要死掉的。不过这个字的原本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讲啥？漂泊流离啦。好，就是世界走，真正用这句话来讲，雅各是真的，对无？吼，伊走路走去迄个拉班遐带2个某，吼，嘛是安尼一世人世界走总，后来。佮因为约瑟的关系，佮搬去埃及亚西里遐吼。这是一个漂泊流离的人。吼，伊讲你爱感谢，伊些人你爱感谢，为恁的祖先开始思考去，因的祖先是为漂泊流离到对，到
安居乐业啊，伫迦南地内面有徛起的所在啊。啊，本来因是伫旷野伫拓牧的，吼，啊到对，即摆变成啥物生活？农业生活诶，农耕生活，安尼毋才会安定下来。吼，所以伫申命记的时阵，已经是咧讲恁已经是伫即款的情形诶。讲下这摩西五经吼，头前迄5本吼，妥拉，毋是这早之前写的吼。学者拢认为讲，这5本创出利民生这5本，其实应该是被掳归回，就是以色列已经被北以色列南犹大已经灭亡啊，去用掠去亚述巴比伦。即摆因有迄个机会会当哪？转来耶路撒冷，为波斯王开始转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他开始编辑这5本，创出利民生，所以是要写互啥物人看？写互迄个经过灭亡，啊去用掠去，搁转来遮以色列人，要甲讲啥？这5本要，咱会当想象，要教示遮转来犹太人啥物代志？恁的祖先本来甲上帝有约，有利约。啊，毋过无遵守甲上帝的约，所以安那灭亡，互掠去。即马你转来上帝所享受即个地啊，就安那，就要斟酌，不要再犯。好，所以伫生命记才着甲讲啊，好，你们有妥善修行，爱摕担保，放伫坑内面，吼，啊来献祭，来祭司伊的面头前献祭，感谢上帝。他们本来从流离失所的旷野饲羊，会当来到迦南地，圣经记载是留迄个奶甲蜜的所在。有学者有别个看法。讲这个牛奶与蜜是在指某一些动物、植物吼，无要紧吼。然后反正伊要表达的是介丰盛啊，会当固定的土地吼啊，过农业的生活，敢会当无感谢吼？所以今日的经文甲提醒，叫一些人唔通袂记住，当因若无袂记住，无袂记住啥物货，因的祖先是漂泊流离，啊，因搁捌伫对埃及真做奴隶，啊，即马恁遮个子孙，煞会当得到即个迦南遮尔水，迦南地遮尔水的所在。各位兄弟，若想着安尼，爱感谢无？爱感谢无啦？吼，所以遮互灭亡掠走，搁转来遮以色列人。就是看到这上帝的话，这经文，因爱思考，因本来祖先是无土地的人，四界流浪，啊来个用伫埃及做奴隶，上帝甲因带出来，带到这个迦南的水的地，恁着爱感谢。这款的感谢，毋是写伫圣经，所以我爱感谢。这款的感谢，毋是传统甲你讲爱感谢，所以咱爱感谢。这款的圣经是对心内知影这个前因后果，知影本来是空空，即马煞遐尼丰盛，所以通感谢。讲下这咱会记起台湾基督徒的故事无？那咱北部上团来，北部马街对无？所以马街。团好来到台湾讨音，拢做顺序嘛，吼。所以一日啊，咱台北中会就拢起来啊。吼，即摆台北中会，佮变做之前中会，佮台北中会，安尼一路拢做顺序无？有无啦？无啊。咱若去想马街伫遮去用安那破屎，吼，去用欺负，吼，去用看轻，吼。啊，所建立教会安那红烧。信徒红台哦，敢有即款代志？有无？有无？哦，啊，以后爱叫卢启明吼来讲一寡在教会历史哦，这是他的专长吼。啊，咱的圣经安那
互没收，啊，咱的教会公布互停刊，有无？啊，拢毋知哦。安尼爱安排较侪介互卢启明，吼，我得当休困一下吼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坐伫遐尼舒适的环境内面咧做礼拜的时阵，其实咱若当作一切拢是理所当然，敢有感谢的元素伫内面？无呢。啊，毋过当咱若去回想，本来基督徒伫台湾是安怎一路行过来，上帝是安怎一路咧引带，什么款的稳定，伫基督徒的心上，伫咱的信仰的前辈，因是捌行过什么款的路？各位兄弟，莫讲想一代志，就单单你可以坐在这里做礼拜这件代志，你得感觉安那？这感谢，是毋是啦？啊，各位兄弟有这感谢无？啊，阁有人讲道理互恁听咧？有这感谢无啦？吼，咱若会记起进前发生过的代志，看到咱即马家己遐尼侪稳定，会记起，你就会感谢，是毋是？啊，你若会感谢，你就会去对待即马比你较弱势的人，你就会对待因较好，要相信无？是毋是？顶礼拜六，我记得最清楚，一个妈妈带一个高中生来到教会，吼，我咧无因惨袂赴啊，下摆代志拢较早做的吼，已经做紧急啊，佮来一对母囝吼，我心内想讲害啊死啊惨啊，即马佮讲落拢袂赴啊，吼，无要紧，啊来啊，就甲因讲一寡问题吼，啊，这个高中生很想来教会吼，啊，毋过伊对咱基督教一点仔拢毋知影吼，一点都不清楚，所以伊一来就甲我问讲，牧师，是不是要洗礼以后可以来做礼拜？我说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哦，然后我讲无，你会当来做礼拜吼，无论你有洗礼未，拢会当来做礼拜吼。啊，伊就比较放心吼。伊讲我若要洗礼吼，要怎么洗礼？吼，我想讲你拢唔知呢，你今日就要洗礼是安怎？我就讲我会甲你上课哦。吼，我差不多3届到4届吼，我要甲你介绍最咱基督教重要核心的信仰吼。安尼了后，你决定要洗礼无？吼，这个查甫高中生就很有想法的这边点头。你甲这个男生在讲话的时阵吼，你着看妈妈吼，这担心伫边啊，欲言又止。我一直甲看，我讲妈妈，你有要问啥物问题无？妈妈讲，无事啊，若洗礼了后，佫会当去信别个宗教袂？你听得出来迄个担心无？你听得出来担心吗？就是这个囡仔想要来教会，想要加做基督徒，妈妈安那？妈妈无爱。毋过伊疼伊的囝，所以对带因的囝安尼来问四界问。伊知影这个囡仔则想要加做基督徒，毋过伊佫问。讲若洗礼了吼，会当去信别个宗教袂吼？很害怕。你知影我想到什么货？你知无？我想到阮爸爸。阮爸爸一世人，伊拢毋是基督徒，到尾仔后来，吼，我已经去读神学院啊，伊较放弃什么意思？伊较正做基督徒。爸爸进前吼拢拜，啥货拢拜，吼。伊若去什么所在看到庙，伊就入去，无管有熟悉无熟悉，吼，反正就摕香摇香就拜就对啊。伊这惊拜无到，又搁漏掉了吼，拢拜。各位基督徒，你知影迄款的惊吓无？互咱遮一代、2代、3代基督徒，毋知影即款的惊吓，吼，这担心拜无到的，吼，拜的内容共款呐，迄个神明保庇全家拢平安呐，吼安尼。一摆伊甲妈妈讲吼。恁讲伊这后悔啊，后悔吼，
甲妈妈结婚了后吼，拢无管啦，啊妈妈就带阮三个囡仔吼，拢去教会啦，吼，啊即摆了吼，伊本来讲，我拢无甲恁管吼，啊恁拢去教会吼，啊即摆我死了后，啥物来甲我拜我啊？吼，伊，你有看到即款的担心无？就是讲我死了后，若照民间宗教，啊伊的后辈伊的子孙在安那？甲拜因遮，毋则伫伊毋则有通食，对无？有通食清。哦，系啊，啊恁即个妈妈带囝仔拢规个拢去教会啊，后摆啥物甲我拜啊？吼。静静听着吼，笑笑，哎，笨蛋，那你就来信耶稣就好了。吼，即马听着吼，即马想起来啊，看到迄个这担心的妈妈，我心内煞有一个无共款的感觉。讲兄弟，台湾有接受基督教无？基督教无？有无？啊，毋过照理，若照台湾民间宗教的传统的文化，应该爱接受基督教无？应该无爱接受基督教，因为因得爱有人拜嘛，因得爱有子孙甲拜嘛。即若有一个宗教讲毋免拜，即个宗教应该安那？莫互伊拜，是毋是？是不是啦？就像爸爸咧担心的时阵，迄款的嘛，啊，系啊，我死无人甲我拜。台湾人应该爱担心这个代志。台湾这个土地本来的宗教应该爱排斥基督教，对无？啊，毋过经过150冬，150冬了后，有接受落来无？煞变做因家己咧烦恼啊，就是讲。你看这个妈妈心内偌艰苦，伊只惊伊的囝变做基督徒，所以你问讲无事，讲啊这细声，啊，阮囝若洗礼了后，伊可会当信别个宗教袂？这句我听起来就是阮爸爸咧讲的，啊，阮囝若信基督教了后，伊会当来甲我拜袂？我在这里看到什么叫做强势，什么叫做弱势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会当体会我即摆咧讲的代志无？就是咱基督教已经伫即个社会徛在啊，徛有在无？各位兄弟，徛有在无？虽然咱人少，无到5%，徛有在无？有人会当甲恁讲你基督教毋对无？无呢，咱拢做大声的对无？即个时阵，我所看到，甲咱无共款信仰的人，伊的惊吓甲伊的需要。后来我甲这个高中生，高职3年级的查甫囡仔，伫脸书底讲话，伊足坚持要洗礼，我讲好，安尼我甲你安排，咱来3天就好啊，你已经高3了，莫甲你用伤济时间，3届就好。各位兄弟，咱知影咱个人教会若要洗礼进前，我会用2款的教材，这是 Westminster 的小要理问答。一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，我照伊的结构，无照伊的内容，伊介顺序甲基督教的信仰有讲一解，应该4届较讲会了。啊，毋过我看伊高3我讲咱讲较紧3届就好。过一天，伊个脸书甲我讲，牧师，我甲爸母我跟父母有讨论过了父母希望我再缓一缓，各来教会几届啦，再来几次啦。然后再做决定。你有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很尊重伊的囝无？有啊。这个儿子也很明理哦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有答应爸爸妈妈我再过2-3个礼拜再决定，再跟他们说要洗礼无洗礼。啊，不过其实我已经决定好了。这个怎么有那么那么坚定的话？其实他只有来过1次哦，就是。”这里的拜5的查经班伊刚来迄个尔各位兄弟，我看到这个，你感觉看到牧师啊叫人莫紧洗礼？我讲我家己想想，我这个牧师笑笑毋是讲紧来洗礼我也是劝他讲，你甲恁爸母有一个共识毋通冲突伊拢答应了咱较来慢慢来上课
我看到的是一对父母的担心，因为因无了解，伊的担心，吼。啊，咱看，咱知影，因囝要生哩，是毋是好代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就要插出去讲耶稣一个代志。这里马可、马太拢有写吼，路加拢有写。就是按休日的时阵，耶稣甲伊学生行伫路林，学生巴肚枵，就挽遐个麦穗，伫手磨咧，甲遐壳退掉了，就食。这个动作是合法的。那伫平常时是合法的，就是你可以路过人家的田地，你可以摘取。你若用手挽是合法的哦。你若用刀仔来刮，就违法，迄是偷窃。吼，你若用手挽吼，迄是会当食的。吼，啊，毋过伫安息日，才会法利赛人就做牛毛呀。伊讲你当你的麦仔放伫手吼，安尼磨吼，这个动作有亲像迄个石磨伫磨遐个牛无？有啊，所以你咧做工。啊，安息日会当做工袂？袂使做工。所以你甲你学生拢安那违背着安息日。耶稣就甲讲一个咧，讲大笔伫走路的时阵，走去迄个祭司，巴肚枵无通食的时阵，祭司摕圣殿内面的啥饼，陈设饼，迄饼互因食。照规定食的饼，平常的人是袂当食的，干那啥物货，祭司会当食。耶稣要讲这个啥物意思？伊讲规定是规定，啊，毋过当迄个规定去拄着人的需要的时阵，耶稣较看重啥物货？伊较看到人的需要，他比较看重人的需要。你讲规定是安尼呢？啊，安息日的规定是安尼呢？毋过耶稣讲，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，人毋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伊讲人的需要较重要，比圣经有时候伊的规条，甚至于安息日是10条诫内面第几诫？第几届？第4届，有重要无？有啊。耶稣无咧介意去冤家要安怎解说，伊直接讲人的需要搬过遮的律法。我看到这个妈妈会担心，我心内做艰苦。我真毋茫讲，这个妈妈嘛来教会，嘛入捌这个上帝，安尼伊就拢袂担心吗？是毋是？你有法度甲强迫无？敢若咱会当祈祷，上帝来安排，上帝来感动，互伊的囝遐尼坚心决意要来洗礼，啊，帮助即个伊的所疼的囝，伫厝里有好的表现，感动因的爸爸妈妈，啊，做伙入捌这位上帝，是毋是？咱会当用强迫的吗？硬要传福音给因爸爸妈妈吗？这毋是好的方法。啊，这个事件还在进行中。好，我都讲过，伊第礼拜5来跟咱做伙查经，啊，伊做欢喜，他觉得很喜欢。我说好，啊，你继续来查经。啊，这查甫囡仔做坚持的，伊讲无叔。我还袂洗礼进前，袂洗礼进前，我袂去做礼拜。我说，你是听谁说的？我在心里想，吼，是谁教你这样子的？吼，好，好，我讲无要紧吼，你坚持安尼嘛无要紧啦。啊，毋过你着来查经班，吼，来查经班，吼。各位兄弟，咱若去想回想，长老会一开始伫台湾伫开拓的时阵。伫传福音的时阵，是受到什么款的款待？是受到什么款的压迫的时阵？佮看咱即马安然自在，徛起稳稳，咱心内爱安怎？各位兄弟，爱感谢。当咱感谢的时阵，咱目睭就爱看到其他比咱较弱势、
也搁伫敲找因个管理的人，人爱甲因安那徛做伙。我一个牧师的立场，看到这个妈妈遐尼担心，其实我就应该爱安慰因妈妈啊，你来信耶稣啦，你来信耶稣，恁规家都信耶稣啦，无迄拜拜的问题啦。哦，啊，你规家信耶稣，恁规家族拢信耶稣，安毋够做好啊？可像这咱无明白因的烦恼甲担心，咱无法度去同理一个伫民间信仰的人，伊受到什么款的文化，伊是咧惊什么货？咱袂使安尼去做。